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。以色列军方初次宣布撤离加沙走廊南部，敢若留一个立伫遐。不过强调讲，这是军队重整，会准备进攻哈马斯上尾一个据点拉法。而且伫埃及的协调之下，以色列甲哈马斯拢派代表团准备新的一轮停火会谈。照片起来拢是死亡的气味，连动物伫咧遮拢活袂落去。当以色列军方宣布自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撤军，甲对哈马斯地面部队的关键阶段做收尾，也佫甲驻军人数减到以下冲突以来上低时阵。所以诚侪在地居民就想要返去家己的厝，也毋看到的拢是帮壁破遐。 فيها سلوك الغام بتاعت الانفجار ولقينا لغم من الجبل مش عارفين كيف نشيله。以色列军方讲，即马要讲歪烧热啊，也佫早，甲哈马斯的战争会继续。因若对有伊朗威胁讲，必对叙利亚大使馆遭受空袭的死伤事件进行报复，以色列已经做好防范。הכוחות יוצאים החוצה ונערכים למשימות ההמשך שלהם. צה"ל יודע להתמודד גם עם איראן, בהתקפה ובהגנה. נערכנו לכך עם ארצות הברית ושותפות אסטרטגיות במרחב. 伫以下冲突满半年的时阵，以色列撤军犹原是正重要的代志。以色列军方这么有消息传出讲，军方犹原有相当数量的部队针对加沙，包括哈马斯领袖辛瓦尔的故乡在内地区，继续展开有针对性的行动。伫过去几礼拜以来，以色列一直讲要伫咧拉法发动地面攻击，不过这座城市这么有收容庇护差不多140万的加沙人，超过总数的一半。若想要进攻这个城市，一定会引起全世界注意，包括因主要的盟友美国。这边撤军的行动，至少会让减缓各方面的压力。目前伫咧埃及协调下，准备新一轮的停火谈判。以色列甲哈马斯拢有派代表团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